市一个11个月大查甫幼婴啊，去年4月，和一个细料的妇人人带，讲要安护囡仔困，结果缀伫囡仔身躯头尾19分钟，上尾这个幼婴啊，煞不幸猝死。1点钟后，带囡仔中心工作人员才发觉，树林地检署调查煞了后，依照业务过失致死的罪嫌，起诉细料这个妇人人。也毋过这个结果，厝内人也是无法度接受，认为讲妇人人是挑工的。 每一秒每一件事情，我都看到我儿子很努力的挣扎要回来。就算已经过了10个月啊，你爸爸想起失去宝贝后生的迄时阵，同款是真艰苦。就在这19分钟，他觉得他没有事情，那这11个小时是怎么回事？这都是个很多的问题在这边，这不是一个专业保姆该有的行为。监视器内底真清楚会当看到查甫婴仔互年母啊缀伫咧下骹，真痛苦，一直咧量。若是老爸感觉真心疼，怀胎10个月才将囡仔生落来，妈妈更加是无法度忍受。 之前托婴中心很多间都有用非常不安全的方式照顾小孩，但是起诉的只有保姆本人，共同照顾保姆、主任跟身为小儿科医师的负责人，不用负责吗？ 这件代志发生伫咧去年4月初1，台北市内湖一间托婴中心，一名姓廖的年母啊，因为要骗囡仔困中昼，竟然将这个红婴仔缀伫咧身躯下骹19分钟，造成这个查甫婴活活来猝死。而且托婴中心伫咧代志发生了后的1点钟才发现，即马姓廖的年母啊，互树林地检署按照业务过失致死罪来起诉。从保姆的种种行为来看。 他压着一个小孩面朝下，其实有可能会预知这个窒息的事件是会发生，但是他还是持续做，让孩子面部朝下。那身为一个专业的保姆，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可能会让一个孩子窒息。那这个其实就是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。来到发生代志的托婴中心，出租的布条啊，阁挂伫咧铁门顶悬。因为代志发生以后，台北市社会局对业者来开罚30万块，而且停止营业1年。如今起诉已经有结果啊，年母啊确定互人起诉，但这10个月对家属来讲实在是真歹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